講起長征，大家第一時間會諗起咩畫面啊？係咪爬雪山啊、過草原，定係好氣勢磅礴、浩浩蕩蕩嘅北上抗日呢？喺過去差唔多100年嘅官方宣傳入面，呢一場號稱行咗25000里嘅大軍事行動，一直俾人包裝到好似英雄史詩咁偉大，話係一次高瞻遠矚嘅偉大戰略轉移。但係現實又係唔係咁啦？如果我哋搣甩咗嗰一層層嘅政治包裝，翻去1934年嗰個秋天，你會發現呢一支軍隊一開波嗰陣啊，根本係冇咩北上抗日嘅宏大目標。當時擺喺中共中央面前嘅唯一目標，其實係得兩隻字，就係保命。呢單嘢絕對唔係乜嘢從容不迫嘅大進軍，而係一場爭啲全軍覆沒、狼狽到極點嘅大撤退。到底係咩致命嘅錯誤，搞到原本喺江西老家風生水起嘅紅軍，差啲輸到全軍覆沒、連根拔起呢？而喺呢一場充滿絕望嘅大逃亡入面，毛澤東又係點樣把握住千載難逢嘅機會，喺遵義會議呢一場政治賭局入面，一步步咁將最高權力搶翻嚟，鞏固自己嘅權力核心啦。今日我哋一齊睇下中共長征嘅神話。要明白1934年呢一場大撤退係有幾咁慘烈啦，我哋唔可以淨係睇戰場，我哋要將個鏡頭拉遠啲，睇下當時全中國嘅大局。1928年，蔣介石喺名義上面統一咗全國。但係當時嘅中國出面有日本人虎視眈眈，入面班軍閥又各自為政。1930年爆發中原大戰，蔣介石同班軍閥打到天昏地暗。呢一場內鬥反而俾咗共產黨一個完美嘅黃金空窗期。毛澤東同埋朱德趁機喺江西農村瘋狂擴張。到咗1931年，發生咗兩件大事。第一件係日本發動9·18事變侵佔東北，第二件事就係中共喺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喺官方黨史入面呢單嘢被形容為中國勞苦大眾建立政權嘅偉大嘗試。但係根據蘇聯嘅解密檔案，呢一個政權根本就係由莫斯科共產國際直接落柯打建立嘅。佢哋仲特登揀咗喺11月7號建國，就係為咗同蘇聯嘅10月革命紀念日同步向莫斯科表忠。當時中共每個月都收緊蘇聯巨額嘅盧布津貼。蔣介石見到共產黨喺自己嘅後欄建國，梗係火都嚟啊！由1930年底開始，蔣介石調兵遣將，連續對中央蘇區發動咗4次大規模嘅軍事圍剿。國軍有飛機有大炮，而紅軍當時連子彈都唔係好夠，甚至有人仲用緊大刀長矛，實力相差咁遠，點打啊大佬？官方黨史通常會用英勇奮戰，輕輕帶過。但係真實嘅戰場上面，毛澤東用嘅係誘敵深入同埋打游擊。你10萬大軍攻入嚟，我絕對唔會同你正面死過。毛澤東主動讓出大片領地，引國軍行入去江西嗰啲連車都入唔到嘅深山野林入面。國軍孭住重裝備喺山路度兜兜轉轉，補給線越拉越長。等到國軍行到借晒，餓到腳都軟埋，而且部隊為咗揾路而分散嗰陣，紅軍就會突然喺深夜殺出嚟。毛澤東會集中3到4倍嘅絕對優勢兵力，喺一個山溝入面將國軍一個師或者一個旅全部殺晒。殺完嗱嗱聲執走咗啲槍支彈藥之後呢，轉個頭又匿翻入山。最出名嘅係第一次反圍剿。當時國軍嘅前線總指揮張輝贊自信滿滿咁樣殺咗入山，結果因為貪功無盡，俾紅軍喺龍崗包圍，成個師10000人被殲滅，張輝贊被紅軍生擒。毛澤東仲得戚到寫咗首詞去串佢，入面有句話：齊聲援前頭捉了張輝贊。
而張輝贊嘅下場極之悲慘，佢俾紅軍公審斬首，個頭仲要放落塊木板嗰度，順住江水漂落去國民黨嘅地盤。頭3次圍剿，蔣介石輸到一頸血，連自己嘅嫡系部隊都死咗唔少。到咗第4次圍剿，1932年底到1933年初，其實嗰陣毛澤東已經開始俾莫斯科翻嚟嘅海歸派打壓，兵權交咗俾周恩來同埋朱德。但係周恩來同埋朱德非常之聰明，佢哋冇聽莫斯科嗰一套，繼續沿用毛澤東留落嚟嘅打游擊老本。又一次將蔣介石嘅大軍打到落花流水。前4次反圍剿，紅軍靠住靈活嘅戰術，唔單止冇俾人消滅，反而繳獲咗10幾萬支槍，將部隊擴充到鼎盛時期。既然毛澤東呢一套打游擊嘅戰術咁有用，點解到咗第5次反圍剿之前，佢俾人炒魷魚奪走兵權，搞到紅軍要輸到全軍大撤退呢？當時蘇聯喺莫斯科搞咗間中山大學，專門訓練中國革命幹部。呢度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國共兩黨嘅明日之星喺呢度做同學。蔣介石個親生仔蔣經國同共產黨嘅鄧小平唔單止係同班同學，鄧小平仲要係蔣經國個小組嘅組長。呢間學校仲出產咗一班死背馬列教條嘅後生仔，號稱28個半布20維克，頭目叫做博古。1932年嘅寧都會議，黨史輕描淡寫咁話路線分歧，毛澤東離開領導嘅崗位。但係查實呢一場係政治清洗，博古呢一班海歸派拎住蘇聯嘅聖旨空降，喺佢哋嘅眼中，毛澤東只係一個未去過蘇聯，靠睇《三國演義》去學打仗嘅鄉下佬。佢哋指控毛澤東嘅游擊戰係右傾逃跑，直接褫奪咗佢嘅軍權，踢佢去福建養病，將最打得嗰個趕走咗。呢一班紙上談兵嘅後生仔，終於請咗佢哋崇洋媚外嘅洋人出場。第5次反圍剿，官方黨史話係因為左傾教條主義所以失敗，但係真實嘅戰場其實係2個德國人喺中國深山入面嘅代理人戰爭。蔣介石重金請咗一戰名將德國國防軍前總司令蔡克特嚟做軍師。蔡克特教咗蔣介石一招：步步為營，碉堡推進。50萬大軍每行1至2公里就起一個水泥碉堡，將蘇區死死圍住。另外一邊咧，共產國際派咗個德國特工李德去指揮紅軍。李德喺中國一日仗都未打過，竟然叫裝備極差嘅紅軍去同國軍打一戰嗰種陣地戰，要求禦敵於國門之外。到咗1934年4月，蔣介石嘅中央軍兵臨城下，打到去江西廣昌。廣昌係咩地方？佢係中共中央首都瑞金嘅北大門。廣昌一失，國軍嘅大炮就可以直接推進到去瑞金城下。面對呢一個生死關頭啦，嗰個連中文都聽唔明嘅德國特工李德，坐喺安全嘅地下指揮所入面，喺地圖上面畫咗一條紅線，下達咗一道死命令：寸土必爭，禦敵於國門之外。佢命令紅軍主力全部推上前線，刮戰壕，同國軍打硬碰硬嘅陣地戰。李德以為自己打緊第1次世界大戰嘅歐洲戰場，但係佢完全無視咗雙方極度懸殊嘅軍備差距。紅軍冇刮土機，冇鋼筋水泥，甚至連沙包都唔夠。士兵只係能夠用鋤頭喺平原地帶上面刮一啲戰壕出嚟。面對住國軍嘅指揮官手握住飛機同埋大炮，當戰鬥一打響第一槍，呢一場根本唔係咩保衛戰，而係一場單方面嘅無情屠殺。國軍嘅飛機喺頭頂上面瘋狂掃射，大炮好似落雨咁樣敲落去紅軍陣地，嗰啲戰壕瞬間成為咗紅軍士兵嘅墳墓。成個排成個連嘅士兵，連敵人個樣都未見到，就已經被炸到粉身碎骨。最黐線嘅係李德仲發明咗一招叫做短速突擊。
即係當國軍嘅碉堡推進嗰陣，紅軍士兵要跳出戰壕，拎住大刀同埋步槍，向住碉堡發起自殺式嘅衝鋒。結果紅軍好似韭菜咁，一排一排咁樣倒下，血流成河。短短10幾日，廣昌血肉磨坊吞噬咗紅軍5000幾個精銳士兵，傷亡慘重到無法估計。喺前線死過翻生嘅紅軍軍團總指揮彭德懷，眼見自己帶出嚟嘅子弟兵白白送死，終於徹底爆發啦！佢衝入作戰室，指住李德個鼻，用湖南鄉下話爆粗大鬧：你簡直係仔賣爺田心不痛！意思即係話你呢個敗家仔賣晒老豆辛苦儲落嚟嘅身家，你完全唔覺得肉痛。當時呢個翻譯員咧嚇到唔敢譯，彭德懷仲火滾咁話：你就照譯啦，話佢係敗家仔。彭德懷嘅怒吼挽救唔到成場戰局。1934年嘅4月底，廣昌徹底淪陷，蘇維埃共和國嘅大門被一炮轟開。國軍嘅炮彈甚至已經可以打到去瑞金嘅周邊。第5次反圍剿徹底失敗，10幾萬紅軍被逼到絕路，糧食斷絕。擺喺中共高層面前嘅已經唔係點樣打贏呢場仗，而係點樣先至可以唔使全軍覆沒。嗰一場被後世吹捧到上天嘅長征，就係喺呢一種極度屈辱同埋絕望嘅氣氛之下，倉皇揭開咗序幕。1934年10月中，86000名紅軍主力同埋中共中央機關喺夜色掩護之下，靜雞雞咁樣渡過于都河，撤出咗江西老家。後世嘅教科書同埋主旋律電影最中意將呢一刻講成係一場高瞻遠矚為咗北上抗日而進行嘅偉大戰略轉移。但係如果你當時喺隊伍入面隨便捉住一個士兵，又或者一個團長，問佢：喂，我哋到底係去邊㗎？佢根本答你唔到。因為真實嘅歷史係喺出發嗰一刻，中共最高層根本就冇啲乜嘢北上打日本人嘅宏大戰略。當時佢哋唯一嘅目標咧，只係想着草去湖南西部湘西，同賀龍嘅部隊會合，揾個落腳點保命嘅啫。最離譜嘅係呢一場生死攸關嘅大撤退，被當時嘅最高決策3人組實施咗極端嚴格嘅保密。絕大多數嘅前線將士以為今次只係同平時一樣嘅游擊戰，打幾個圈之後就翻返去江西㗎啦。佢哋根本就唔知道自己將會永遠都翻唔到去江西瑞金呢一塊根據地。當你以為佢哋要着草啦，梗係輕裝上陣去突圍啊，錯晒啦！呢一次着草係比較似一個國家喺度遷都咁。德國洋人顧問李德嘅排陣係叫作戰部隊喺外圍圍成一個圈做保鏢，將中央領導機關同埋後勤人員全部都裝晒喺中間。佢哋帶走咗啲咩呢？兵工廠嘅車床、印銀紙嘅模具、發電機，甚至係要10幾個大男人先至抬得喐嘅 X 光機，同埋幾百擔銀元同埋舊 file。帶住呢一啲超級重嘅家當啊，呢一支8萬幾人嘅大軍喺泥濘嘅山路上面，一日只係可以行到個20-30公里。喺兵貴神速嘅逃亡戰入面，呢一種行軍速度簡直係喺度等死。呢支幾千人嘅中央中隊被前線士兵戲稱為紅軍搬家大隊。當時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鬧呢一種陣營係死路一條。彭德懷火滾咁話作戰部隊變咗幫高層抬轎，而後嚟毛澤東喺遵義會議上面更加毫不留情咁樣嘲笑呢一種做法係叫化子搬家，即係乞衣搬屋，連啲打爛晒嘅樽樽瓦瓦都唔捨得抌。頭嗰幾個禮拜，呢一支慢吞吞嘅隊伍，居然奇蹟咁樣連續突破咗蔣介石布下嘅前3道封鎖線。係唔係紅軍有神明嘅庇佑呢？梗係唔係啦。呢度又要講下軍閥各懷鬼胎嘅政治計算。當時駐守華南防線嘅係藍天王廣東軍閥陳濟棠。
陳濟棠心水好清，如果我同紅軍死過兩敗俱傷，蔣介石絕對會以協助剿共嘅名義趁機踩入廣東，吞咗我個地盤。所以陳濟棠私底下同共產黨達成秘密協議，敲山震虎，送客出門。佢嘅部隊對天開槍扮打仗，實質上係讓路俾紅軍撤退。不過呢一種協議咧，去到第四道封鎖線雙江徹底行到盡頭。蔣介石睇穿咗紅軍想去湘西嘅路線，喺雙江兩岸布下天羅地網，30萬大軍好似一個鐵鉗咁夾埋嚟。其實廣西軍閥白崇禧為咗保存實力，曾經靜靜雞咁撤走咗一部分兵力，喺防線上面留低咗一個缺口，時間長達好幾日。如果紅軍輕裝上陣，絕對係趕得切安全渡江嘅。但係嗰一支拖住印鈔機同埋兵工廠嘅黑衣搬屋大隊，實在係太慢。當林彪、彭德懷嘅部隊喺前線拼死阻擊敵人，用血肉之軀爭取渡江嘅時間嗰陣，博古同埋李德依然唔捨得抌過一堆家當。雷馬同埋挑夫喺狹窄嘅橋上面逼埋一堆，造成災難性嘅大塞車，成條橋即刻變咗國民黨轟炸機最完美嘅戰靶。為咗掩護呢一支家當大隊過江，負責阻擊嘅部隊付出咗極其慘烈嘅代價。最悲壯嘅係咧，負責殿後嘅第34師，足足5000名嘅閩西子弟兵，為咗掩護中央機關，俾30萬嘅敵軍徹底切斷喺雙江東岸。34師師長陳樹湘腹部中槍被俘虜，喺俾敵人用擔架壓去領賞嘅途中，呢一位29歲嘅師長趁住守衛唔為意，親手由自己腹部嘅傷口扯條腸出嚟，用力絞斷，壯烈犧牲。雙江一戰係共產黨史上最血腥、最黑暗嘅一頁。當地嘅百姓望住被血水染紅嘅江面，至今流傳住一句民謠：3年不飲雙江水，10年不食雙江魚。過咗雙江之後，中共高層終於頂唔順啦，下令抌晒嗰一啲家當落江，但係代價實在太沉重。出發嗰陣呢，有86000人。而家剩翻唔夠3萬人，5萬幾條人命就係因為高層嘅亂指揮，永遠留咗喺冰冷嘅江水入面。極度嘅疲勞、飢餓，加上對未來嘅徹底絕望，喺軍隊入面好似瘟疫咁樣徹底蔓延。逃兵開始成班咁樣出現，士氣崩潰到極點，喺生與死嘅邊緣，全軍上下對博古、李德呢兩個豬隊友嘅憤怒，終於達到隨時引爆嘅臨界點。前線將領私底下開始串通，佢哋心知肚明，如果再俾呢兩個讀死書嘅人指揮落去，所有人都要攬炒。而呢個時候，一直被逼喺擔架上面養病嘅毛澤東，冷眼咁樣注視住呢一切，佢知道絕地反擊嘅時候終於到。雙江戰役之後，蔣介石一早就喺紅軍去湘西嘅必經之路上面佈好晒重兵，擔定凳仔等紅軍落網。如果喺之前啦，博古同埋洋人顧問李德絕對會下令硬闖。但係今次喺差啲全軍覆沒嘅極度恐懼之下，一直被打壓冇實權嘅毛澤東終於開聲，佢強烈建議馬上放棄去湘西，即刻改道轉為去敵人兵力最弱嘅貴州。喺慘痛嘅傷亡數字面前啦，博古同埋李德嘅權威已經徹底破產，最高三人組焗住同意毛澤東嘅建議。呢個轉彎唔單止令到紅軍避過一劫，更重要嘅係為毛澤東贏咗前線將領嘅信任。而喺向貴州進軍嘅漫長路途上面，一場針對最高權力嘅政變，正喺幾張擔架床上面靜雞雞咁醖釀緊。歷史學家後嚟將呢一段過程稱之為擔架上的陰謀。當時毛澤東染上惡性瘧疾，
黃家祥俾敵機炸傷咗個肚，張聞天身體又好虛弱，所以三個人經常並排咁瞓喺擔架床上面行軍。毛澤東喺呢一個時候展現咗佢極高超嘅政治手腕，佢好清楚要拉博古落台，單靠自己呢一個前任係唔夠力嘅，必須要喺敵對陣營入面挖角。黃家祥同張聞天原本係由蘇聯翻嚟嘅海歸派，係博古嘅政治同盟。但係雙江嘅死傷實在太震撼，令到呢兩位有良知嘅理論家徹底覺醒。蘇聯嗰套讀死書嘅教條喺中國嘅深山老林入面根本就係送死。喺日復一日嘅行軍入面，毛澤東不斷同佢哋賽後檢討，將軍隊嘅慘狀、將領嘅憤怒條理分明咁樣入晒李德同埋博古條數。最後尾呢兩位重量級人物被毛澤東成功策反，一個志在推翻博古李德嘅反對派聯盟，就係喺呢幾張擔架床上面正式達成。1935年1月15號，紅軍攻佔咗貴州遵義，終於可以唞幾日啦。喺呢一棟2層高嘅屋仔入面，決定中共命運嘅遵義會議正式召開。會議一開波，火藥味已經極濃。當時嘅最高負責人博古首先做報告，面對湘江嘅慘敗，呢位戴住眼鏡嘅後生書生竟然仲喺度卸膊。佢將失敗歸咎於敵人太過強大，帝國主義封鎖，對自己嘅指揮失誤就輕輕帶過。呢一種死撐嘅態度，瞬間辣興咗在場所有喺死人堆爬出嚟嘅前線將領。博古一講完，擔架床聯盟即刻做嘢。張聞天即刻企起身，攞住一份同毛澤東夾好嘅大綱，做咗一個反報告。張聞天毫不留情咁樣撕爛咗博古嘅遮醜布，直指第5次反圍剿輸到貼地，根本唔係咩客觀原因，而係博古同埋李德喺軍事上面嘅亂指揮。呢份報告好似掉咗個炸彈入去個會議室咁。隨後毛澤東企起身，發表咗長達個幾鐘嘅長篇大論。喺呢度，毛澤東展現咗頂級政治家嘅冷靜同埋精準切割。點解毛澤東喺遵義會議上面鬧到咁僵，但係淨係咁鬧軍事，隻字不提政治路線有錯呢？因為毛澤東好清楚博古同埋李德查實只係傳聲筒，打陣地戰死守蘇區，全部都係蘇聯史達林同埋共產國際嘅指令。根據蘇聯嘅解密檔案，中共當時去緊大西北，急需要打通國際路線，攞到蘇聯嘅軍火同埋盧布。毛澤東知道得罪邊個都唔可以得罪大金主，所以佢硬生生將所有戰敗嘅責任全部塞晒俾李德同埋博古，完美保護咗背後嘅老細。佢用極具煽動性嘅湖南口音串爆李德嘅陣地戰係叫花子同龍王比保，保密個保，將盲目嘅逃亡諷刺為驚慌失措嘅逃跑主義。呢番說話字字句句講中晒彭德懷、林彪呢一班軍事將領嘅心深處，佢哋紛紛拍台響應撐毛澤東。會議室入面對博古同埋李德嘅聲討變成咗一面倒嘅怒吼。壓死博古嘅最後一根稻草係嚟自周恩來嘅倒戈。周恩來當時係軍事上面嘅最高負責人之一，但係佢展現咗極大嘅政治妥協。佢主動承認咗軍事指揮上面嘅錯誤，仲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出山領導軍隊。連周恩來都咁講，博古同埋李德徹底宣布玩完。經過3日嘅激烈交鋒，會議得出最後嘅決議，褫奪博古同埋李德嘅最高軍事指揮權。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重返決策核心。教科書成日都會有一句標準嘅答案，話遵義會議確立咗毛澤東喺全黨全軍嘅絕對領導地位。但係真實嘅歷史係一場權力嘅分贓。根據近代史學家高華嘅研究，
甚至連中共官方黨史後嚟亦都被迫承認，遵義會議之後，真正接替博古做黨內一哥嘅，其實係張聞天，而唔係毛澤東。毛澤東真正坐正做最高領袖，係要等到10年後嘅中共七大。但係嗰時嘅毛澤東根本就唔介意呢一啲虛名，佢扶張聞天做名義領袖，自己透過呢一場精準嘅政治操作，攞走咗佢最睇重嘅嘢——軍隊嘅實際指揮權。喺嗰個槍桿子裏出政權嘅年代，邊個揸住支槍，邊個就掌握住黨嘅未來。經過呢一場殘酷嘅內部大洗牌，呢一支打到殘晒嘅紅軍終於換咗個新嘅大佬。但係毛澤東面臨嘅絕對唔係康莊大道，因為蔣介石嗰幾十萬大軍已經喺貴州周圍重新收緊個包圍網。毛澤東可唔可以帶住呢一支僅存3萬嘅紅軍殘兵逃出蔣介石嘅五指山呢？遵義會議結束，中共高層嘅權力大洗牌亦都塵埃落定。嗰啲曾經高高在上嘅大人物，命運從此改寫。嗰個爭啲害死全軍嘅洋人顧問李德，徹底變咗一個冇實權嘅大閒人。後嚟呢，仲翻去蘇聯，晚年喺東德過身。而曾經嘅一哥博古失去實權之後轉做文職，最後喺1946年一場空難入面粉身碎骨。最聰明嘅莫過於係周恩來，佢喺關鍵時刻睇清楚形勢，玩咗一招極之高明嘅退位讓賢。好多人以為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就做咗三軍總司令，但係其實根據當時嘅官方任命，周恩來依然係軍事上面嘅最高負責人，而毛澤東呢，只係佢嘅副手啫。但係實際操作上面呢，周恩來主動放權，凡事聽晒毛澤東嘅話。呢一種名義上面做老細，實際上面做配合嘅極致柔軟身段，唔單止幫紅軍渡過咗難關，更加開啟咗佢喺中共殘酷政治鬥爭入面永遠屹立不倒嘅不倒翁傳奇。而彭德懷、林彪呢一班喺死人堆爬出嚟嘅軍事猛將，經歷過被亂指揮嘅絕望之後，終於揾翻一個真正識打仗嘅大佬。佢哋日後將會成為毛澤東手上面最鋒利嘅兩把利劍，幫佢打晒成個江山。平心而論，撇除後世對毛澤東晚年嗰啲種種爭議，淨係睇1935年呢個生死存亡嘅關頭，毛澤東確實係展現咗佢嘅政治智慧同埋生存能力。佢冇好似傳統嘅軍閥咁奪權之後就大開殺戒、清洗政敵，相反佢用最溫和嘅手段攞走軍權，將原本四分五裂嘅高層重新團結起嚟。如果冇佢喺遵義會議入面力挽狂瀾，呢一支紅軍殘兵一早就喺貴州俾蔣介石徹底消滅。同一時間，我哋不妨調轉個鏡頭，睇下一路追殺紅軍嘅蔣介石，究竟佢喺度盤算緊啲咩呢？電影入面成日就將蔣介石拍到佢追捕紅軍嘅時候追到氣急敗壞，但係根據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嘅蔣介石日記，蔣介石當時望住幅地圖，其實喺度陰陰嘴笑，因為當時佢玩緊一招驅虎吞狼。喺呢一場大追捕之前，中國西南方一直都係軍閥嘅獨立王國，中央軍根本入唔到去。而家紅軍着草入到去大西南，蔣介石正好就順水推舟，以協助剿共為名，將10幾萬嫡系嘅中央軍名正言順咁樣入去中國西南方，順手收編，甚至係瓦解咗嗰班地方軍閥。喺蔣介石大戰略入面，紅軍只係流寇嘅，佢真正嘅終極目標係統一中國大西南，為將來同日本人全面開戰建立一個最安全嘅重慶大後方。只不過蔣介石點都諗唔到，換咗毛澤東做翻大佬嘅紅軍，生命力會頑強到超出佢嘅想象。
歷史往往都係由勝利者去寫同埋包裝。當呢一支隊伍繼續着草去到中國西北荒涼地帶嗰陣，佢哋面臨一個極大嘅難題：點樣向全國老百姓解釋呢一場損失慘重嘅大撤退呢？逃命呢兩個字實在係太肉酸。於是，隨住中日民族矛盾越嚟越激化，毛澤東同埋中共領導層諗出咗一個可以話係地表最強嘅政治公關包裝：北上抗日。其實抗日呢一面大旗咧，係去到1935年8月，遠喺蘇聯莫斯科嘅中共代表王明，為咗配合蘇聯拉攏各國打法西斯，先至以中共嘅名義發表咗著名嘅8·1宣言。而喺嗰陣，毛澤東同埋紅軍仲喺四川食緊草，佢根本連收都未收到風。係去到後嚟，毛澤東發現全國抗日情緒高漲，先至極速調整策略。呢一面道德大旗一扯起，原本狼狽不堪嘅大撤退，瞬間升華成為一場為國家民族存亡而戰嘅悲壯遠征。呢個政治包裝論述唔單止洗走咗戰敗嘅污名，更加為咗中共日後爭取全國輿論支持，奠定咗最無敵嘅道德高地。但係神話歸神話，現實嘅難關先至係啱啱開始啊！啱啱攞翻軍權嘅毛澤東手上面得翻唔夠3萬人，面對蔣介石喺大西南重新布下嘅天羅地網，佢係點樣施展被歌頌成為神蹟嘅4道赤水，帶住殘兵爬雪山過草原，最終去到陝北延安落腳嘅呢？更加令人意想不到嘅係，當呢一支殘兵終於有得唞下氣嗰陣，一場席捲成個亞洲嘅巨大風暴，正喺北平嘅盧溝橋醖釀。而呢一場即將爆發嘅中日全面戰爭，又點樣成為中共起死回生，最終奪取全國政權嘅機遇呢？歷史有時真係比小說更加瘋狂。今集講到呢度，留言區話我知你對毛澤東同埋蔣介石喺呢一場大撤退入面嘅鬥法有啲咩睇法？如果中意今集嘅，可以 like、share 同埋 comment。我係半夜講歷史嘅 Philip，下集見，拜拜。